大家好，我係沙維，今日同大家分析2026年世界盃 E 組一場關鍵戰，科特迪亞對厄瓜多爾。呢場波將喺香港時間6月15號星期一早上7點鐘開波，喺美國費城嘅林肯金融球場上演啦。由於同組有德國呢支傳統勁旅，德國多數會拎走其中一個出線席位，所以科特迪亞同厄瓜多爾呢場正面嘅交鋒實際上就係爭奪小組第二嘅6分波，關鍵性就不言而喻。科特迪亞嘅優勢就係前鋒人才仔啦。有迪奧文迪啊、阿麥迪亞路啊、尼高拉比比呢個快馬啦，佢哋喺熱身賽嘅表現非常亮眼，先後贏過法國啊、韓國啊、蘇格蘭，狀態非常之火熱啦。不過科特迪亞都有隱憂，就係後防線唔算穩陣，尤其是喺前狼隊嘅中堅艾比度啊，更加係我見過其中一個最廢嘅中堅。好彩仲有其他實力唔錯嘅中後場球員，好似基斯啊、森林嘅沙加利等等保護條防線。面對厄瓜多爾呢條普通嘅進攻線應該頂得住。至於厄瓜多爾佢哋最強嘅武器就係防守，佢哋後防有威廉帕曹啊、軒卡比啊同埋艾斯道邊恩，仲有卡斯道呢位頂級嘅防中保護，真係好難入到佢哋波啊！但佢哋嘅前線實力真係比較弱，仲要依中36歲嘅老將安娜華倫西亞，要爭取入波真係唔易嘅。其實兩隊波啱啱相反，一隊就守強攻弱，一隊就攻強守弱。盤口方面，亞洲盤厄瓜多爾讓平半。睇翻個賠率走勢其實好多人都睇好科特迪亞不敗，因為下盤嘅賠率係咁跌，我都傾向科特迪亞最少都可以不敗嘅。好多時呢啲非洲隊都有體力嘅優勢啦，佢哋嘅特性就係可以長時間壓住對手嚟攻，但係前鋒嘅把握力就一般，好多時都攻唔入嘅。我呢場波嘅投注策略就係買科特迪亞平半下盤，建議開波之前幾分鐘先買，下盤嘅賠率通常都會升高嘅。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你，我係沙維，祝你贏多啲。